2025年8月11日至24日，灣區社會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同埋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舉辦創業導航江門行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計劃。歡迎大家嚟到江門市珠西先進產業優秀人才創業創新園，我哋會將喺14日入邊共同開啟一段創業探索之旅。20位香港青年進行為期14日嘅集理論培訓、行業考察、模擬實踐於一身嘅創新創業基地體驗活動。活動係咪好精彩呢？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哋對今次活動有啲咩期待啦！我最希望就係可以了解江門市佢對於香港青年翻嚟內地創業嘅時候有啲乜嘢仔細嘅補助補貼啦。希望可以融入當地體驗呢14日嘅鄉土文化啦。透過呢個活動去完善翻我嘅創業 program。有冇一啲合作嘅可能性，同埋透過呢一系列嘅體驗去進一步咁進行一啲項目上嘅創新同創業。我想睇下江門嘅人嘅廣東話啊，同埋 customer service 嘅能力可唔可以做得到？睇翻佢哋人嘅講嘢可唔可以 service 翻俾香港人做 customer service？ 咁唔知有冇滿足到佢哋呢？喺呢14日入邊，20位香港青年分為4個小組，喺雙創園探索江門嘅創業支持政策。透過今次呢個定向活動計劃呢，咁其實我係用咗更加多嘅心機去發掘呢個基地入邊嘅唔同嘅資訊版啦，然之後當中亦都有同工作人員去交談呢，去直接了解到基地嘅運作啦，又進行財務、法律、市場營銷等方面嘅課程，更加係可以令你認識到好多其實你平時唔會有機會喺香港你或許唔會參與、唔會見到嘅導師，而啲導師除咗佢哋嘅知識之外，亦都可以為你帶嚟好多唔一樣嘅觀點，亦都踏出教室。Hello， 歡迎光臨。呢度係古 Sir 古明華先生嘅檔口嚟㗎嚇。親身嚟到餐飲、咖啡、低空經濟、文旅等等領域嘅企業進行考察同埋交流。歡迎大家嚟到江門開平市文旅創業孵化基地及江門開平市農村電商產業園，結合開平市豐富的鄉村文化旅遊資源，為創業青年提供一個優質的就業創新的資源和環境。因為其實我個人都有做一啲文創啦，咁喺呢一方面其實都考慮緊要唔要出一啲融合到景點元素嘅一啲設計。喺體驗計劃嘅尾聲，香港青年更加有機會進行計劃書演講，通過模擬實踐嘅形式，令到佢哋喺呢14日入邊嘅體驗成果學以致用。我覺得我最大嘅收穫喺呢度係學識咗點樣從一個 idea 到去點樣去 execution。最重要嘅可能係更加多嘅係去點樣實踐。而今次我哋亦都會學到好多唔同嘅實踐技巧嚟。星期1到5都係同大家小組組員一齊去討論一啲項目嘅進度啦，甚至係根據老師上堂嘅一啲內容做一啲具體嘅參考啊，再調整我哋嘅項目方向。學到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喺商業法律嗰度有咩差異啦。我 underestimate 咗呢個江門呢個城市，其實呢個江門呢個城市係比我所想象中好多嘅。我哋睇到我哋好多嘅同學啦、分組啦，針對一啲譬如而家好興嘅一啲 AI 啊、文創啊、一啲嘅青年嘅群組啊，更好去改善人民生活啊呢方面嘅理念咧，都可以融入到佢哋嘅創業計劃入邊。所以喺導師個方面啦，其實都給予佢哋有好高嘅評價嘅。其實灣區社咧過去一直咧都會搞好多嘅交流團嘅活動啦，希望香港嘅青年人更好認識內地各方面嘅城市優勢嘅。咁啊，而今次有14日嘅時間啦，可以讓我哋嘅參加者，無論從理論啦、實踐啦，同埋去實地咧去探訪下江門好有特色嘅企業，能夠獲取佢哋更多嘅創業嘅理念，同埋希望能夠去未來咧有專門嘅導師嘅指導咧，能夠去實踐佢哋嘅夢想。我係讀法學出身嘅，我會希望未來嘅話可以從法學方面繼續研究同發展啦。喺呢1-2年內可以累積多啲自己一啲嘅工作經驗啊，或甚係對呢個行業同埋對 AI 嘅了解多翻少少。未來嘗試下自己會唔會喺呢方面會做一個創業嘅可能。其實我同團隊已經全職進行創業，亦都好有幸喺呢個創業營入面可以認識到其他嘅夥伴。嚟緊我哋除咗喺香港發展之外，其實亦都會
陸續去大灣區唔同嘅地方可以進行入駐啊，可以進行發展。之後都會考慮喺江門會唔會發展一啲文旅嘅項目啊，甚至可能將自己嘅一啲 AI 智能體都同呢一邊嘅一啲公司或者企業進行一啲合作。希望未來仲可以有更加多嘅創業團，令我認識到大灣區唔同創業基地嘅特色啦，同埋唔同中國城市嘅特色。咁希望可以唔單止將個發展計劃放喺香港，亦都可以放喺內地，可以同時間進行。嚟到活動嘅尾聲，大家又會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嘅創業伙伴講呢？非常感謝我嘅天美啦、Henry 啦、Simon 啦、Hugo 啦同埋 Dimon， 佢哋都令到我學得非常多嘅嘢。相遇同埋有呢個合作機會都係緣分，所以話都希望之後可以多多指教。我想講創業呢條路呢，其實係唔係想象中咁簡單。但係其實當我話俾你聽，當你距離成功仲差10次失敗嘅時候，你係咪想起每一次失敗都非常之開心呢？所以其實希望各位唔好俾自己嘅失敗打敗，因為其實每一次嘅失敗都係你向成功嘅一個邁步嚟嘅。